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参访拉达克穆斯林社区，藏人行政中央带领流亡藏人庆祝第75个印度独立日，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会见捷克、瑞士政要。驻北美办事处为美国藏人青年和学生举办培训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正在印度东北部拉达克进行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近日在拉达克藏斯卡和谢依地区与当地穆斯林社区民众进行了互动交流。本周二8月16号，在达赖喇嘛尊者抵访谢依地区时，受到了谢依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领袖的欢迎。随后出席了列城穆斯林协调委员会举办的招待会。尊者在招待会上向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民众发表讲话时，回顾了西藏的佛教徒和穆斯林信众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他在童年时与穆斯林儿童之间的友谊。尊者还鼓励人们保持慈悲利他之心，强调这是世界各大宗教传统所持的不同哲学观点的共同目的。结束讲话后，尊者参访了始建于公元1382年的谢里夫清真寺，当地的穆斯林阿訇带领信众与尊者共同进行了祈祷。而在上周六8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访问藏斯卡期间，应帕东镇穆斯林社区的邀请，参加了当地的开斋节庆祝活动。尊者在向藏斯卡穆斯林信众发表讲话时，强调他很高兴地看到藏斯卡地区的穆斯林和佛教社区彼此紧密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当天，尊者还向4000多名藏斯卡地区的学生和青年发表了有关社会交流、情绪和论理学习为主题的演讲，呼吁年轻一代积极学习发展心灵和思想方面的知识。此外，在印度人民于本周一8月15号迎来第75个印度独立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带领印度各地的藏人庆祝这一喜庆之日，并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的热情款待和慷慨援助。当天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在嘎夏办公大楼前升起印度国旗，并于晚间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殿巴次仁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在缅怀为争取自由与独立而与殖民者英勇斗争的印度英烈们的同时，赞扬了印度独立后在不同领导人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发展。印度国会下议院议员基尚卡普尔、达兰萨拉的各级政要、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部长和秘书长，以及印藏友好协会的代表等出席了庆祝活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伽马森格也于当天晚间应邀出席了由印度驻澳洲高级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政府外贸部共同在坎培拉的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第75个印度独立日暨印澳外交关系建立75周年庆祝活动。而在印度境内，位于班加罗尔藏人社区首席代表办公室、德里、比尔、达尔豪斯、库鲁、彭扎和嘎伦堡的藏人社区，也同当地的印度政要一道庆祝了第75个印度独立日。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在工作人员甘丹措姆女士的陪同下，于上周对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
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在访问布拉格期间，受到捷克参议院副主席吉日奥波法尔泽先生以及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普雷米斯尔拉巴斯议员的接见。代表还参加了与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成员间举行的会谈。捷克参议员们表示将继续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与此同时，代表赤列曲吉女士还会见了捷克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前文化部部长、捷克众议院议长的外交政策顾问和议长办公室新闻秘书。捷克海盗党主席和捷克前副总理马丁·布尔西克先生等政要。在会晤上述政要时，代表赤列曲吉女士感谢捷克政府和人民对西藏人民之间长期保持的友谊和支持。结束对捷克共和国的访问行程后，代表赤列曲吉女士于本周一8月15号礼节性地拜访了瑞士移民事务国务秘书克里斯汀·伯格纳女士。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在拜访期间，向伯格纳女士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并敦促伯格纳女士关注在瑞士的流亡藏人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艰难处境。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与美国西藏基金会联合于8月11号至14号在华盛顿的加里森学院举办了主题为2022年世俗论理与青年领导力的培训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在培训活动上，就藏人行政中央与藏人青年的连接、专业人士如何有效地参与西藏自由事业等为题，与会者进行了探讨。埃默里大学的社会、情绪及伦理教育学习项目的协调员尊珠桑培先生和丹增索囊博士向与会藏人青年和学生介绍了慈悲和互相依存的概念，以及内在幸福感和复原能力的培养方式，并且在会议上穿插小组项目和户外活动，为培养内在价值和技能提供更多的实践训练。来自全美38所不同大学和15所高中的80多名藏人学生和青年参加了为期4天的培训活动。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